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二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候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整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西市场的整个建筑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古迹的历史至少100多年了。那除了保有它文化的一个历史故事以外，那它的景点的部分建筑结构也是维持到复古的部分间隔了那么久，我们再次开幕，那本来人潮就不少。那今天开幕以后人会更多尤其是它有一些历史的建筑是很值得去拍摄，也可以去记录的。像现在这一次是等于是西市场120年的重新开始，然后大家都满怀的一份感动跟期待，然后我们也注入了很多新生代的摊商进来，从以前的老一辈的，然后他们传承下来，有2代3代都进到里面，有好吃好玩好逛的，然后还有一些手做的一些文创商品，都欢迎大家过来这边玩。这个地方从早期日治时代的风华，那也沉寂了一段时间，附近的居民跟摊商其实都很期待西市场整个改造完成，可以再现它的风华。其实这个地方，不只是整个西市场空间环境的一个改善，它的活化再利用，其实也是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还有情感跟城市的一个记忆。这个节点在连接我们国华街、振兴街、友爱街，还有中正路整个街廓然后再配合所有的在地特色美食小吃，相信一定会给所有的旅客有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逛街跟旅游的一个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它是一个100年的一个古迹了。那我们在古迹上变成活的古迹，经过修整以后，那重新开幕，让迎接许多摊商进驻。那我相信，这个是最美的打卡点。在去年我们台南举办文博会的时候，就在台南西市场。那未来呢，它连接着国华友爱商圈，以及许许多多最重要的一些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加上这个西市场，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台南美丽的景点又多一个西市场。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9月25日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的风灾和麻豆各项灾损相当严重，为了感谢市府以及各界的小厅协助，麻豆农会今年的有感生活节充满感恩甲温暖，活动嘛将伫9月27到28温馨登场。有感生活节扛棒写满了各农心中的感谢，原因是今年的风灾和文旦柚产量大减，农民损失惨重。不过在困境中，嘛看到各界善良小厅，这让农民朋友非常的感谢。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包含国军、农政单位、市长，还有我们很广大的一个志工群，就是我们只要一抛出去，其实很大很多，其实可以发现到，其实台湾每个人都充满了爱心。咱麻豆拄着即摆的困难实在真艰苦啦。不过感谢这义工来互阮安尼足大的迄个感觉，足感恩的啊。麻豆农会带领整个麻豆的那个全产销班，一起共同努力，把整个环境迅速的整理好，让我们大家可以在文旦节的时候可以享受现在的文旦。都感谢咱市政府啦种讲帮忙足济，讲做，互咱这农民食这油这个路过也好，迄个拄紧就会当恢复这个树势大家
安尼真感谢。虽然麻豆文旦甲柚仔产量大约只剩2成左右，为重新唤起古芳生活仪式感，麻豆柚感生活节将伫咧9月27日白2天，伫咧麻豆柚仔园广场温暖登场。今年又经历了一个风灾，当然是台风啊，整个收成呢，收成剩下2成。那有一天总干事跟我讲说，今年2下吼，等得比宣布较歹袂安怎讲，因为大家以为麻豆没文旦了。那说真的，我的等下讲没事，这个产销的部分还是要做，就好像市长说的，平常不管你是那个状况的话，先把虽然是现在的灾损比较严重，先把通路做好，让大家印象一直存在。那未来在我们丰收的时候会更好做通路，所以这个我们是一直要持续的。那柚感生活节的部分，就其实在这次柚子节算是一个文旦的一个收尾了。再来就是文旦的红文旦的促销，还有我们大白柚的促销。所以也借这个节日，借这个活动呢，来让大家知道说，让我们全国民众知道说，那个文旦虽然收成完了，还有红文旦跟大白柚可以来做品尝。咱大家今年柚仔少，不过我嘛是有召集足好的柚仔的农友来遮做展售。那包括来的时候，咱不是要买咱麻豆文旦，还有足咱来自各区包括看咖喱啊、将军啊、后壁啊，所有最后的农特产品，咱伫27、28 2天都会做一个展售的活动。那当然，这是说不止这个活动咱是要做展售，包括我们也给农政单位一个满满的感谢像我们现在大家后面看这个背板，它是写满咱农民农友对咱的迄个农政单位、县市政府好，然后公部门的一个感谢我相信当天咱家农友会来，然后我们来一起来感谢咱的农政单位，感谢这大的协助，然后嘛希望讲咱的消费者会当来到遮来支持咱的农民，互因今年上艰苦的时阵，会当甲因互因突破这个困境，互因的农业才能永续下去。这场活动不只是市集，更是一场古芳加生活美学加上感谢在地盛典。现场集结了台南各大农会数10间的在地农友，再来各种蔬果农产、加工品、甲各式伴手礼等。主办单位更大手笔准备了电视甲各项大奖，让消费者摸彩试手气。麻豆区农会欢迎市民大众这个周末做伙来麻豆柚仔园采购台南的优质农产。柚感生活节，欢迎大家来。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好，谢谢。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长期关怀弱势，25号伫议员蔡秀惠的牵线之下，送南区甲安平区13间国小，总共518位小朋友，每一个人月饼礼盒1盒甲300块红包，关怀弱势学童中秋送暖。由台南市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发起中秋关怀弱势学童的活动。今年已经连续16档来举办，透过议员蔡淑惠的媒合，汇集了各界的善心。唔定赞助单位有明显的增加，包括议员王家珍嘛加入爱心的行列。伫个中秋进前，办理送暖，予南区甲伫安平区总共13间国小518位的小朋友，每人一盒月饼礼盒，甲伫300块的红包。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靠我们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是没有办法履行16年这样的一个承诺，但是因为有你们的参与跟帮忙，所以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在每一年的中秋节，能够温馨的送暖，送给小朋友红包，还有月饼。那我还是要再三强调一下我们做这个爱心，希望小朋友能够在有爱的环境下长大。然后在发予他们红包跟礼盒的时候，希望能够顾及到他们的自尊，还有他们应有的尊严所以用鼓励的方式，而不是用施舍的方式去表达。我想这样子对小朋友未来他会非常的高兴，而不是被贴标签我们参与这个活动，我相信包括淑惠的发心，是希望我们各己的力量结合众位大德善心人士的力量，让台湾这块土地更美好，让每一个孩子在有爱的环境里面，他成长得更健康，更充满了未来懂得感恩惜福的这样子的一个正能量。新店南区妇女会理事长的议员蔡淑惠，除了感谢365爱心会长期的付出，
另外，还有侪侪善心团体、甲啲企业的赞助，包括国际赛主会300医院区的分区主席，以及国友会共同参与。会中13间国小的校长甲啲老师嘛拢到场，除了中秋的送暖，另外议员蔡淑惠也结合下营上帝庙，伫个今年捐出全年的所得200万，赞助绿色学童的营养早顿。上好伫民政局专委的见证下，南区妇女会理监事嘛特别来加码，募得善款赞助上帝庙，希望会用持续帮助南区的绿色学童。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台南美街中职堂甲台南市赤坎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石狮新风大家活动，透过图文以及文物等加上互动讲座，互更侪民众认捌府城大家文化。现场更难得开放体验光大家。中职堂耶稣人物高达已经有50档历史，每暗伫神明的指示之下，掠无形的无神仔，为了互更较侪人知影这项文化，特别甲赤坎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石狮新风大家特展。阮是算为大陆过来的一个城隍爷，并毋是咱本身台湾一个下区的城隍爷。耶稣掠着。也是讲去引导的一寡冤冤有鬼的话，阮无所谓的审判权，裁决权，阮拢需要去交去关城隍遐，互在地的城隍爷。当中透过图文、文物以及讲座，互大家更加了解府城大家文化，也佮搬出重达20-30公斤的灯桥，开放体验光大家的感觉。而中职堂的桥拢会指抓连灯插伫个顶管。Focus 就是在这个艺的部分因为这就是每一间它特别的地方，以大家这个主题来做切入，那切入之后就会直接瞄准到中泽堂它这个大架的起源跟整个观大架的过程。根据了解，观大架是在地化了后，发热伫府城的仪式。通常新明圣诞前1个月开始顺境内也是落下拜访幽宫庙，上知名的全台首页关圣风庙，府城关圣风耶稣，伫2002年获定录做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大架就是其中一个部分。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关12米的水上充气翁仔卡比胖拉现身安平，开展2礼拜以来，吸引超过20万人次参观。除了周边商品卖到欠货，就连摆大的假日活动市集，嘛对原本的30担增加到51担。昨日公车关的卡比胖拉充气翁仔，就伫咧安平渔人码头以经典的泡汤造型来现身，还佫有手头抱着打面的卡比胖拉，不管任何造型模样拢相当高水。卡比胖拉特别可爱，又特地下来这边晃一晃、绕一绕，然后旁边有摊贩什么的，都非常好逛。然后看到这个那个图还是蛮可爱的。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举办卡比胖拉台南梦翻天活动，草皮顶悬50只细只的卡比胖拉纸条装置，搭配着海港美景以及暗时的灯光秀，开展2礼拜以来，已经吸引超过20万人次参观。今年也佮头摆安排假日市集，第1个礼拜有大约30组文创甲美食摊位，大量人潮互市集生意呛滚，互侪摊商拢想要讨价报名，目前已经增加到51担。看人潮还不错人不少这样子，对啊，想说来试试看。现在我们活动的卡比胖拉，买1份就会送2张贴纸。展期到10月19号。那今年活动首次移师安平的渔人码头举办，大幅减少对安平老街的交通冲击。另外，观光旅游局嘛，跟在地30间业者合作，提供各种优惠活动。市区动物园嘛，同款有卡比胖拉的原型，欢迎大家来台南看水池。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
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嘉捷高中今年迎来第34届毕业舞展，10月份开始，将伫咧台南、台中以及高雄展开巡演，校方欢迎介意舞蹈艺术的朋友来买票支持。嘉琪高中舞蹈班历史悠久，从民国79年创设以来，已经有34个年头。为了今年的毕业舞展，学生舞者们正加紧练习，希望带给观众最完美的演出。嘉琪高中第34届毕业舞展 Lumiere 光，由毕业班14位学生以及高二13位同学带来5首曲目表演。原本我是高2的舞者，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只是觉得想要跳好这一次的舞展，然后到高3之后是真的属于自己的毕业舞展之后，就会开始去想每一支舞要表达什么给观众，然后投入不同的角色跟情绪到舞码里面。考进嘉琪以来，就是我在嘉琪里面学习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学习到的东西。虽然说国中也是舞蹈班，但是呢，感觉进了高中之后变得更专业，培训化的那个方式也比较专业，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以前学习不到，像是更专精的芭蕾、民族或是现代。嘉琪高中的舞蹈班历史非常的悠久，那成立于民国79年，那这一次呢，迎来了我们的第34届的舞展哈。那我们今年度的毕业班总共有14位同学，那他们呢在这次舞展当中会演出5首曲目，那配合着我们高2的13位同学，他们也有3个曲目。那这一次我们舞展的主题呢是叫做 Lumiere， 那其实是来自于法语的这个光哈。那在整个的舞展的这个编舞当中呢，其实都围绕着希望呢孩子们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虽然只是学生，但论其舞姿或是身段，却一点也不输给知名舞蹈团。为了今年的毕业舞展，校方特别邀请到享誉国内外专业舞蹈家参与编创，包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舞蹈系张崇富教授、稻草人现代舞蹈团艺术总监罗文景、01舞蹈创作艺术总监简灵毅、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讲师林怡平、台北首都芭蕾舞团前舞者王丽文、艺术创作工作者方世允、尤曼琴、王文婷等参与指导。今年的舞展当中呢，最特别的是一首《无岸之花》的舞码，是由我们嘉琪高中舞蹈班的毕业校友王文婷校友所创作的。那王文婷校友在毕业之后呢，就到北京去习舞。那回来之后呢，目前也带领着学弟妹们在做一些相关的表演。那我想，除了就是呢，他在这一首舞码当中所展现的这个文学以及光的这个连结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学姐对学弟妹的这一个舞蹈热爱的传承所以这也是我们嘉琪高中这34年来嘉琪舞蹈班一直秉持这个传承的信念。校长陈韵如表示，这次演出就像文学与表演艺术的跨域合作，充满了惊喜与期待。诚挚邀请艺文同好一同参与这场艺术飨宴，见证嘉琪舞蹈班学子们的成长与蜕变。嘉琪毕业舞展 Lumiere 光目前已在网络售票，对演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是电洽国立台南嘉琪高中舞蹈班询问购票资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高雄基金有啥物款的美食呢？来看在地里长的推荐。旗津有美食，有小吃，有景点，很适合安排一日游。夏日里来到老街，就是要吃碗冰品消暑，以及古早味的番茄切盘。也有民众喜欢老字号面店，口味细致又有特色。你就来这里玩水啊，然后吃冰，然后吃烤鱿鱼啊，都还不错。大家可以来这里走看看。它这个潮州面就是吃起来蛮好吃的，它里面有很多啊，像那个鱼丸啊，还有馄饨啊，还有很多小菜啊，都不错啊。
旗下里里长杜胜辉推荐旗津天后宫前潮州馄饨面，招牌干面是必点美味，碗中的细面是当天手工制作，再淋上肉燥、瘦肉条等，美味可口。你像在那个旗津天后宫前面有一间那个潮州馄饨面，那是本人特别推荐的啦因为它的历史好几十年了啦，而且它的口味种种部分，这就有带大家去品尝啦那来旗津的话，不妨大家应该都很知名的啦，就是旗津的烤鱿鱼啦这是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旗津值得品尝的一道那个美食啦那然后在那个旗津天后宫后面还有一间也是历史悠久的，我们那个旗津的那个番薯碰啦，碰嫂的番薯碰啦，那也是非常道地的我们的乡土的小吃啦，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来旗津值得品尝的一样。街上满满的新鲜海产，还有一摊又一摊香喷喷的烤小卷，这些都是来旗津老街必吃的美食。来旗津一定要吃饱饱，玩透透。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桃园中立真善美基金会家庭委如提前看细汉儿做伙迎接中秋节，唔那再来趣味的活动，嘛互大家来响应送爱礼阿爸专案。在中立的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现场洋溢节庆气氛。由于中秋将近，基金会在12号发起送爱礼盒专案，希望募集礼盒给憨老家庭与弱势族群。今年已经有近1000盒被认购，但还差约300盒，仍等待社会大众支援。艺人魏如特别抽空到场，带领憨儿们一起做伸展运动，参加各项有趣活动。现场活动气氛温馨，而且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啊，因为真善美就是他们还是有跟一些弱势集团们然后合作，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们已经有认购1000盒的礼盒，但是还有300盒需要人家认购，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认购。那这个礼盒呢之后就会送给到弱势不管是家庭啊等等的地方这样子。当初呢其实是真善美那时候找上我，然后呢做一个公益的代言，那后来呢也觉得很有缘分，就也还蛮喜欢这里的环境，那也喜欢跟憨儿们相处，所以像我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地就是过来跟他们一起过生日。今天呢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是，因为事隔从我生日到现在隔了一段时间，大概半年多左右，对我就去考了瑜伽执照，所以我现在也是有瑜伽的老师的身份在，所以那我觉得今天可以用这个身份呢来跟他们就是带领他们一起做一些伸展啊运动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真善美基金会则表示，义卖月饼活动已经推动10多年，希望让爱心月饼能触及更多家庭，除了美味的礼盒，更重要的是让憨儿与弱势家庭感受到被看见、被陪伴的喜悦。那今年比较特别的，除了就是有跟台北顺成蛋糕来做一个合作之外呢，其实我们有发现我们视觉的一个盒子，像是摩罗卡的部分，我们都希望透过不同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后，可以让我们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一个服务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哦。那今年比较特别就是除了就是在义卖月饼之外呢，这近5年来的时间，我们都有帮助这个社区中的老憨儿来募这个爱心月饼的部分，那希望大家可以认购这个爱心月饼，让我们有机会把这个月饼亲手收到他们的一个手中。真善美基金会也呼吁，一份月饼不只是节日礼物，更是憨儿与弱势家庭最珍贵的心灵支持。透过众人的参与，将中秋节化为最有爱的团圆时刻。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国庆筹备委员会公布今年的国庆主视觉，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多样由双色标志结合蓝红双色国旗元素，无同以往四水采用较沉稳的无蓝底色，嘛引发外界无同的看法。在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与大会处执行副处长罗正杰公布下，今年国庆主视觉正式揭晓。吴唐安表示，主视觉设计主要依据主任委员、立法院长韩国瑜所订定的主题延伸创作，融合创新与传统，整体图像以双十标志为基础，结合蓝红国旗元素，设计理念强调以笔为刃，以笔为翼，透过浓淡变化与动态笔势，呈现国旗飘扬样态，也展现创
创造未来的力量。是以笔触自由，也象征我们台湾精神的多元包容。我们台湾人民不拘泥于传统的框架，笔触也如同思想般的自由奔放，展现我们对于创意与表达的尊重。那再来就是挥洒自信，也如同我们台湾人直率又热情的性格，每一道的笔画都富有的生命力，正如台湾人勇于展现自我、热情待人的民族性格。再来就是运笔，这一次的设计方面也展现旗帜般的坚定与灵动。设计是透过真实的笔触变化，如同我们台湾旗帜飘扬于风中的姿态，象征坚定不移又灵活应变的国民特质。这次主视觉设计者同样选择匿名，没有公开。至于采取莫兰迪色的做法，引发外界不同评价。有批评者认为过于沉重，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也做出回应。以往我们的颜色都是那种鲜红或鲜蓝、鲜绿。那我们这次的部分其实，莫兰迪蓝是比较沉稳啊，比较沉稳。那大家可能在看，可能这个跟输出也有关系啦。我相信这个在电脑荧幕上看起来是还 OK。哦，那这个颜色的部分其实是相当的沉稳。那我觉得设计第一个，我们都尊重我们所有的设计师对他的一个设计的概念。那这个到底是漂亮或不漂亮，其实都还是见仁见智。其实以我个人来看的部分，我是觉得这个笔还蛮苍劲有力的，其实反而非常的直接，那就是我们双十国庆。庆筹会同时宣布，今年国庆大会将开放500位民众进现场观礼。9月4号在国庆官网开放报名，系统将以电脑抽签方式抽出，并在9月19号公告。至于领唱国歌人选，庆筹会方面也初步透露邀请对象。今年国歌领唱的代表，我们是将目标放在对社会具有公益的一些获奖代表团体的那个领导者，还有就是我们优秀的新住民，以及行政院文化贡献奖的得主。那目前我们这些都已经在接洽当中了。庆筹会方面表示，今年活动结合传统与创新，包括国内表演团体、国军空中分列式以及与台中市南投县串联庆祝等，希望与国人共同庆贺国家生日的喜悦，展现自由、团结与希望。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
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